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頻道。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今日嘅日期係6月2號。有一啲嘅香港人啊，當初離開香港移民去英國，心入面都有一個共通嘅諗法，就係遠離中國大陸先至係最正確嘅選擇。但係今日呢一單新聞咧，可能就令到佢哋有少少尷尬啦。英國外交大臣啊，就專程嚟中國訪華3日。你以為係禮貌式咁樣拜訪一下？唔係㗎，係帶住務實嘅任務，主動上門求合作。當中就講到啦，預料雙方會就着霍爾木茲海峽局勢、俄烏戰爭同埋伊波拉疫情等等嘅國際議題交換意見。呢啲咧，固之然反映得到英國都希望喺全球治理當中仍然保有一席之地。不過，隨着英國國力相對下降，喺國際事務上嘅影響力已經不如以往啦。單靠傳統盟友根本應對唔到依家咁複雜嘅局勢。所以同亞洲特別是係中國呢一類嘅大國保持穩定溝通，先至可以鞏固到英國喺亞洲嘅影響力。除咗傾下國際事務，更加重要嘅當然就係嚟中國揾機會啊！講到底，英國依家面臨緊巨大嘅經濟壓力。英國國家統計局嘅數據就顯示，英國今年首季嘅 GDP 只係增長咗0.6%咋。雖然都比前一季嘅增長0.2咧係有所改善㗎啦，但係就仍然處於低速嘅復甦階段，急需為疫情之後嘅經濟復甦揾到突破口。相比較之下，中國今年嘅首季 GDP 增長達到5%。目前嘅態勢都尚算良好，有望達到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嘅4.5%至到5%。無論係市場規模定抑或者係增長潛力，中國對英國企業嚟講都係有吸引力㗎。英國政府就係想開拓市場，等英國嘅企業可以走出去。擴大英國企業喺中國嘅商業版圖，即係嚟中國呢邊做生意啊！呢一次訪問啊，亦都係延續咗以及深化咗佢哋嘅首相喺今年1月訪華嘅交流㗎。工黨政府上台之後，改善咗保守黨時期對華冷淡嘅關係。中國對英國亦都持開放態度，期望友好合作。除咗普通嘅商業合作之外，英國似乎仲想有科技上面嘅合作啊！據指外交大臣嚟緊就會前往深圳參與科技與創新活動。喺當今人工智能時代，發展數字經濟刻不容緩，呢個都係經濟增長嘅必要元素。對於經濟增長乏力嘅英國嚟講，科技發展本身就係突破口。而中國喺呢一方面嘅產業鏈同埋市場規模，的確係具有吸引力㗎。英國同中國嘅科技生態建立連結，將會有助雙方提升產業競爭力。不過呢度同時亦都涉及國家安全同埋技術依賴嘅風險，令到英國不得不喺合作同去風險化之間尋求平衡。尤其是係喺中美競爭持續加劇嘅呢一個大背景之下，英國既要深化對華合作，又要兼顧同美國嘅呢一啲傳統同盟關係，一邊合作一邊防範啊！客觀咁講啦，我哋中國喺經濟層面係大國，有料到自然就吸引到全球資金嘅投資。即使係競爭當中合作，但係中國都係佔上風㗎。如果經濟壓力持續加劇，倫敦對北京嘅依賴就有可能進一步加深啦。亦都坦白咁樣講，如果真係好似某啲人話中國真係幾咁落後冇價值，點解曾經嘅超級大國就要放下身段，主動上門求合作啊？其實由頭到尾認知錯位嘅唔係嗰啲國際大國，而係俾情緒綁架嘅某一啲人。
移民係個人選擇，無可厚非，但係國際大局從來唔會陪任何人去任性。當你喺度排斥嘅時候，全世界嘅列強都喺度瘋狂擁抱中國嘅發展紅利。英國咧就係喺全世界周圍投資嘅，之前咧就講過歐盟，依家喺亞洲仲有印度。外交大臣訪華之後啊，會隨後咧就會到訪印度，主要就話討論印英2035願景咁話。呢一啲啊，其實亦都反映出英國並非只係壓住中國㗎，而係希望喺亞洲多線發展，避免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。呢條線點樣拿捏，將會係未來英國外交最難嘅一條問題嚟㗎。咁你又點樣睇英國呢一種一邊合作一邊防範嘅外交路線呢？係話佢務實好啊，定抑或者最後會兩頭唔到岸呢？歡迎留言區度講下㗎。再下一則嘅消息，同大家睇一單美國情報界嘅大新聞啊！ FBI 仲親自出手啊，拘捕咗一名現役嘅 CIA 高層。兩大權威機構正面交手啊，背後原來係一單涉案金額驚人嘅貪腐大案㗎，而且查下仲發現啊，案中人有10幾年嘅詐騙，真係電影劇情都唔夠膽咁樣拍啊！先講下事件嘅主體啊，呢一位涉案人士咧叫大衛啊，係美國中央情報局嘅高級管理人員。佢唔單止身居高位啊，仲掌握住情報體系入面嘅頂級安全許可權限，係負責海外秘密行動嘅經費統籌㗎。而佢啊就係借住職務便利，跳過情報項目嘅資金監管，長年以嚟啊就以海外情報工作需要、行動物資採購嚟做藉口，向 CIA 申領巨額項目撥款。但係呢一啲原本用於秘密任務嘅經費，根本冇流向工作一線，反而俾佢靜靜地咁樣截留咗，透過灰色渠道兌換成黃金、名錶同現金，偷偷地收埋喺自己屋企。FBI 就突擊搜查佢位於弗吉尼亞州嘅住宅嗰陣啊，直接就喺地板暗格同埋地下儲存室入面抄出咗足303條1kg 重嘅金條啊，即係話合共303kg嘅黃金啊！而除此之外啊，仲有30幾個價值不菲嘅頂級名錶，同埋200萬美元嘅巨額現金。報道就講到，粗略估算，淨係呢一批金條嘅市場價值啊，就已經超過4000萬美元㗎。案件嘅曝光係源於 CIA 內部嘅經費審查，異常嘅資金流水令到審計人員察覺到有古怪，隨即就將線索移交俾 FBI。呢一名嘅 CIA 高層啊，係當場被捕㗎。等待佢嘅睇怕就只係聯邦法院嘅正式指控啦。除咗侵吞公款之外，調查仲發現佢一開始就用假學歷、假軍旅背景混入 CIA 啊，多年嚟一直騙取額外津貼，行騙時間極長啊！真係冇諗到 CIA 都可以俾人哋做假學歷、假軍旅背景，然之後咁樣走咗入 CIA， 仲走去呃津貼添啊，仲要做埋高層添啊！呢一單案件咧，亦都被外國媒體啊稱為 CIA 近年嚟最嚴重嘅內部貪腐醜聞。手握國家最高級情報權限嘅人，將公共經費啊變成自己嘅私人金庫。美國情報系統嘅資金監管漏洞，亦都被赤裸裸咁樣擺咗上台。最後亦都問下大家，你哋又覺得呢一種貪腐行為背後，仲會唔會牽扯出更多嘅利益鏈條啊？案情咁誇張，係真係純粹嘅貪腐案件，定係有人唔聽話得罪人，俾人做佢世界呢？仲有新聞入面所講嘅秘密任務，嗰啲任務內容又會係啲乜嘢呢？會唔會係幫你手設計一下5大訴求，
缺一不可呢？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一度。最後，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